我是摃槌仔龙Chhōe妈妈，我讲是破句呀。接下开始。好，开始。我来自摃槌仔龙。你这大呢？你敢我的妈妈？我两只脚，你四只脚，我是气量，不你的妈妈。我嘛四只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来尾啊，有菜菜，无讲你啊。我是建良，不是你的妈妈。我是建良，你的妈妈。辛苦，我嘛有，你可是我的妈妈。我有读书，嘛有减磅，不过无讲腿啊。我是建良，不是你的妈妈。全没叫妈妈的，是哪有可是食点心？你爱食草，我嘛爱食草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有长长的鼻孔头骨，我无讲腿啊。我是平公良，不是你的妈妈。我是平公良，不是你的妈妈。你的头有真正的脚，我嘛有。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有三只脚，我是开的头的，无讲腿啊。我是开脚了，不是你的妈妈。讲腿啊，你有讲腿啊，你敢是我的妈妈？我会讲腿啊无爱，我是包头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妈妈嘞？可能走来一句，咱两手不知是啥，是原来是一句吃来走流。讲腿啊，龙叫个大声话，妈妈！伫附近会讲嘴仔龙，妈妈听到是啥物声？敢是拄着回响的说，老师安尼讲腿仔是抱来小孩不去。大家在叫妈妈。世界母语日，我是台湾囡仔在讲台语，我是会车龙，不是你的妈妈。当破去，你会晓了。